Novoland 度假式園林會所 Novo Resort 住客會所連同公用花園同埋遊樂地方，佔地約40萬平方尺，同埋提供超過80項設施供住戶使用。呢個會所咧可以話係完美演繹空間感十足啊！僅因呢度有超過1萬平方尺嘅北歐大庭園，同埋約2.2萬平方尺嘅青年及同樂空間，都仲未計算咧連接在座之間嘅空中步道 Skywalk 添。我哋第一站首先會參觀水耕樂同埋控藝坊。水耕樂係一個可以俾住戶租借用嚟種水耕菜嘅地方，而後面呢個控藝坊咧就專係俾住戶 book 嚟整蛋糕西餅嘅地方。每逢過節嘅時候咧，都會開班教整特色嘅節日糕餅添。嗱，嫌太過文青又唔想太過文靜的話咧，都可以過隔離升一升嘅喎。你睇呢位歌仔唱得幾投入，唱完 K 就過隔離打鋪機啦。電競天下一共提供6部賽車遊戲機，俾你同朋友安全地頭搖又尾擺。嗱，睇下呢位歌仔當正自己香港韋斯達賓啊！不過再肉緊都冇用啦，呢度啲機咧要逐步 book 噶，唔係話擺得1蚊就可以跟機噶。呢個北歐同樂園咧，完全就係家長帶小朋友放電嘅好去處啊！有軟墊有冷氣，唔使擔心冚親個大髀。跟住我哋嚟到今次參觀嘅另一個重點，就係2個派對大屋啦。樂遊聚會有一張12人嘅長餐台，亦都有梳化同埋吧台區咧，俾人促膝長談。另一邊嘅星耀聚會佈置咧就明顯有童真得多啦，有好多軟腍腍嘅公仔，同埋有2個大電視。當然，會所係有唔少嘅室外空間，亦都有唔少嘅娛樂設施俾小朋友玩，有籃球架、乒乓波台、瀡滑梯、千秋、小型攀石場等等。咁多數咧都係設計俾5歲以上嘅小朋友玩嘅。好啦，話咁快3期會所導賞團咧就睇完啦。